太子是吧？我觉得你说话得注意点。滚！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很高啊。You can you up, no can no baby 啊。哎，他是太子，你一定就是赵王吧？哥们儿，这得跪多久啊？跪多久重要吗？就算跪个1年半载，跪破了膝盖只剩骨头，我也要继续跪。1年？那还跪个毛啊！太后，我要见太后！哎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门外那2个还跪着呢。回太后，都2个时辰了。一个贵为太子，一个身为王爷，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兴师动众，哀家都替他们觉得丢人。太子妃也在外面跪着，她硬是要闯进来，被侍卫给拦下了。哪个不长眼的拦的？算了，咱们也出去瞧瞧吧。太后驾到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都在这跪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过年呢，就管安家要压岁钱啊？皇祖母，这次错全在我，您就放了映月吧。谁的人谁来求，轮得着你求情吗？太后啊，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一个人谋划的，什么苦肉计、连环计，还有这36计，还有攻心计，能用的我全都用了。现在我但求一死。前面的计谋，哀家是听说过的，可这攻心计是哪部兵法里面的？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为了谋害太子，用尽了我毕生所学，可见我的险恶之心啊！圣儿，你可知错？你看看你这个弱不禁风、单纯善良的结发妻子，为了你，不惜担下了谋害亲夫的死罪。一个皇子